亮星光，赖的台湾新住民登区，欢迎您。2020是台湾灯会伫台南，为展现多元文化共融，市府特别伫安平、台南400灯区精心策划新住民灯区，其中包含新住民文化特色甲人文亮点。目前伫台南市大约有3万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新住民朋友，为了完整呈现新住民灯区，今年邀请到4位艺术家策划布展，希望互民众体验到新住民的生活佮感受，更在单位当中进行文化交流，体会互相文化差异性佮共同点。在对于新住民也特别有一个灯区来展现他们各地母国他们的文化以及他们的特色。那台南目前在台南是有36000名新住民来自各国。那我们今年特别有礼请4位这个艺术家来对于新住民灯区来做一个很好的规划，那也能够让我们新住民的朋友体验一下台南以及台湾的热情，那也来看一下我们灯会的这个传统。那同时呢，也让我们参观灯会的朋友能体会新住民的文化特色特质那也可以做一个相互的文化交流的动作，这个是让我们非常开心，也是我们特别开辟新住民灯区的一个用意跟目的。那也希望2023台湾灯会安平灯区点灯之后美不胜收，欢迎大家一起来台南走走逛逛看看咯。民政局表示，这次新住民灯区总共邀请到4位艺术家，分别为伫台湾有着新住民身份的叶海蒂，来自日本的工藤正秀、菅野麻衣子，以及印尼裔荷兰籍 Dodok Sasino， 因运用族群文化、在地素材、地方色彩等元素进行艺术创作，并透过作品串联起来自其他国家的文化风情，打破职业语言、文化甲价值观，以此展现新住民的热情甲努力的生活态度。新住民灯区展期为2月3号到3月10号，欢迎国内外所有朋友伫灯会期间做伙来到台南欣赏灯艺创作。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